你们看到的图片，你们看到什么？大家看到什么？看到什么？车站、机场，还有什么？啊，你觉得这些人要做什么？要外出，不是要坐车就是要坐飞机，对不对？他们要去哪里？火车站。他们要去哪里？想要去的地方。没有错，没有错。这个答案哦，其实是很正确的。他们一定有个目的地，对不对？有一个目的地想要去，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里。啊，这个是我上个礼拜有回台湾，然后这是我们全家来到加拿大，差2个月3年哦，到8月就3年了。啊，我第一次回台湾，然后为了要找最便宜的机票所以去哪里转机最便宜？大陆。所以这个在南京，这个在南京，然后又找到一个最便宜的这个去南京转机机票500多，然后去南京故意找转机要间隔20小时的，所以可以在那个当中可以出境，然后出去玩最好那个都市要有地铁，所以你可以直接从机场坐出去这个就是我的方式。结果回来以后，我们找到400多的，更便宜400多的，而且转机26个小时，完全符合我的标准。在辽宁，那个回教自治区它北边是那个北边它已经是内蒙了，北边就是外蒙，西边就是新疆。那个地方很特殊，它一个机场叫做银川，正常的人应该是没有听过，不知道什么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它转机26个小时，它机票回台湾只要400多块钱所以这就是我的方式要去哪里，然后顺便经过哪里，然后去一个我这一辈子根本不会想去的地方。400多块是加币还是美金？加币。加币。加币是单位还是双退？那个来回。来回还是进南京？东方航空，东方航空你也可以在四川转机，那就是南方航空，南方航空几个小时南京去23小时，回来17小时，然后如果是宁夏的话，去26个小时，回来23个小时。现在有新的条例，就是地铁不能，这样，新的那个条例说，他可以随便把你抓起来。对，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香港现在在抗议的嘛，对，所以在反送中对吧？这个就是现在香港在抗议的。然后好佳在我有回来，你敢知影？我搁较含的时我去的时候本来是要经过北京，还好没有往北京，因为那刚好是6时。所以一开始要订机票的时候，我跟我弟弟讲说我要对北京过。阮弟弟就看法，阮弟弟头壳比我清楚。阮弟弟逐年拢有来遮。伊拢看我还阁有挂咧。阮弟弟关心我比我关心阮弟弟加足济。然后阮弟弟听到我讲我要转去，拄啊6市又经过北京，伊甲我讲啥？伊讲安尼你住北京转机，你住内底食泡面就好你问出来。伊叫我问出来。阮弟弟做实际的，他很实际，他就叫我待在机场吃泡面就好了，不要出来，因为6市，因为那是中国，因为对我们而言有很多的害怕。还有那个什么
孟州，孟晚舟。所以，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因为我不喜欢中国，我也害怕中国。阮兜其实真侪乌名单的，以前伫国民党的时代，阮兜就已经有人是乌名单，所以阮拢唔敢去。我甲阮弟弟做兵，其实阮拢是米卡的，意思就是身家调查都不会过的。其实我们很怕去中国。为什么这次会经过中国？因为那个路过，因为路过。所以其实要出发的之前，其实我很惊，但是我想要去一个我听说很久，书也读很久，但是从来没有。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比台湾的历史还要熟，我们对中国的地理比台湾的地理还要熟。这是进前做台湾人的悲哀啊！历史下面让我们对那个神州大陆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认知，但是为什么这次我会去呢？我刚刚讲的是因为路过，所以提起勇气往那边走。我很早以前就办了一张所谓的呆包证。那我这一次我们连这一次的灵修会有3讲，里面有很多我在这一次路过南京的时候所拍的照片，给我了很多的想法。我们不一定去一个地方说那个地方是最好的，但是我想要去知道那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还有，请问各位，你了解中国人吗？你觉得你了解中国人的，请举手。连自己都了解。但是我们对中国，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想法，可是我们的想法跟现实有没有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些人要，对不起啊，我按到了。所以这些人要去哪里？这个是南京南站，这是公车站而已。这个只是公车站，然后它的隔壁是火车站，它有20几个月台，所以单单是要找月台，你就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南京不算1线城市，其实它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人很多，因为它是6朝古都。可是去了以后才发现，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不是去一个我理想中我想要的南京，我是问我自己，我认不认识现在的南京？然后我看到这些人，你看他们坐车、公车、捷运，还有那个大家都提这种行李箱。登机箱，大家都拿那个行李箱我以前的认知是只有出国搭飞机会拿那种行李箱，可是我发现我在那个地方很容易常常看到人家拿行李箱，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不晓得。有的人穿得光鲜亮丽，有的人带的是布袋、扁担。这样的人都会在同一个车厢里面看到。我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可是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我要回台湾。我去到那边，要告诉我自己，我是哪里的人？我是台湾人。我不晓得他们要去哪里，但是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不了解中国人，但是今天我路过中国，我想要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因为我不是中国人。中国很会吃我们台湾的豆腐，
所以你去到中国，你只要台胞证拿出来，你不用护照。但刚有人去过，你几乎不用护照，他不看你的护照，他要看你的台胞证，吃我们豆腐啊。然后我们去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是走外国人入关，还是本国人入关？本国人入关，他吃我们豆腐啊，他吃我们豆腐。可是即使去到那边，要很清楚自己，我是台湾人。他们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去哪里，我知道。跟大家分享几张图片，在人来人往中，你要去哪里？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一个目的，只是我们知不知道那个目的？天国，还有嘞，我们一生的目的是什么？你有其他的目的吗？有没有其他的目的？你知道我们人还有其他的目的吗？容神一人，容神一人，感谢主，这样离天国不远。还有什么目的？还有什么目的？或者说你有什么价值？在刚刚那个照片当中，刚刚这个照片里面，在这个车站里面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多一个你少一个你，对这个车站而言有感觉吗？为什么？人太多了，还有我们自己太渺小了。可是当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的时候，问题就大条了。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要干什么，我们甚至是买了票，一站过一站，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后要去哪里。在人来人往当中，你要去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会产生这种疑问，因为啊，出生以后要做什么？哎，小朋友出生，小朋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出生之后要怎样？妈妈一直喂，好吃。为什么要吃？说要长大，说要长大。有的人长到170，有的人只有150，所以长大的结果不一样啊。吃完以后嘞，要长大，要学走路，对不对？学走路大概是几岁？妈妈不要讲，问爸爸。小 baby 学走路大概几岁？1岁半2岁。啊？1岁半到2岁。1岁半到2岁，同不同意？2岁。我9个月就会走。啊？我9个月就会走了。你9个月就会走了，难怪你容神一人啊！来，刚刚还有谁举手了？对不起，刚刚来，小莲雾多大会走路？11个月。11个月，还有没有？9个月、11个月、1岁半，那几岁会讲话1岁半。好，看小孩。讲爸爸妈妈讲下来的。啊，几岁？叫爸爸妈妈几岁？人咪讲7岁8爸到8个，啊，当时会晓迄落讲话。男生女生不一样，男生比较笨。这个有很认真照顾的哈，所以很清楚哦，对不对？啊，那个有的人啊，敏仪2岁还不会讲话，哎，有的人很早，敏仪2岁还不会讲话，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天天在等他讲话嘛。啊，敏珍什么时候讲话？啊，没有印象了啦。敏3呢？我连他怎么长大的我都不知道了，只记得老大而已，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长大会走路会讲话之后嘞，再来要做什么？上学。学习啊，开始要补习吧，对不？要读什么？要学什么？要玩什么？然后上了国小以后要干嘛？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就什么都来了。
然后国中呢，叛逆期哦，想办法那处理卖完家就袂歹啊。啊，高中呢，谈恋爱，出去然后倒来得感谢主啊，对无？哦，啊，大学呢，放一题啊，一掉就来。人生的阶段嘛，一段又过一段，然后各个来大学了嘞，找工作，成家立业，啊，过伊就讲爸爸妈妈，啊，囡仔要出世啊，你会当来甲我斗骗囡仔袂？对无？啊，搁来嘞，就一直去啊，对无？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一直走了，我们什么时候会去想我们人生我们要到哪里去？一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想？退休以后。退休以后，曾经我那时候已经当牧师了，然后有一个我爸爸牧会的时候的一个会友，突然问我，在一个婚礼遇到，问我说：“锦溪，恁爸爸退休拢在创啥？”啊，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以为他不怀好意啊，问讲哦，恁爸退休了，你在创啥回来？结果我后来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隔年要退休了。但是你在一个从事，我们一直到人生的一个阶段停下来的时候，才开始想另外一个阶段。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可是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可能会找什么？我们可能要找避风港，要躲啦。人生躲的机会还是有啦。然后我们要找什么？找我们人生当中的迦南地，一个好的地方。我们想要找比别人更好的地方，然后我们想要去哪里？去找到可以不用奋斗那么久的、那么辛苦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更美的地方，一个舒适圈。然后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可能一直到老都不知道。天国啊，现在还不知道。感谢主，你知影要天国啊？有的人惊要地狱的。我知道要进文化里啊？还有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真的会让人家记得说你这个人如何？人家是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吗？还是人家记得你中年的时候吗？很多时候，人家只记得你老的时候。记得什么？你老的时候，老的时候。你老的时，人较会记的，因为个人弱点拢写黑。所以人要去对，有时啊，我们只是在找一个容身之处，我们在找一个我们能够待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办法待？这个是什么地方？橱窗。橱窗。橱窗给谁待？橱窗能不能给真的人待？为什么？我们待不住啦，我们待不住。橱窗只能给谁待？给假的人待，因为橱窗都是给人看的，只有假的人能够在里面看起来永远光鲜亮丽，而他待在里面也没戏，因为这不是人待的地方。可是啊，人需要的是什么？人需要的是一站过一站。哇，这么暗啊！这个电脑照片看起来还不错，这个弄起来变得很暗。有没有人看得到这个是什么地方？月台。哎，月台，对，这里是站名，连我都看不见。翠屏山，翠屏山，然后这边这个是，这个是保安呐，这个是保安呐。啊，伊底下咧创啊？好，我不知收红才一个人啊，哎，才一个人，哎，才一个人，有团然后，伫迄个咱加拿大的，你若是坐迄个捷运车顶足安静的对无？啊，伫中国坐捷运，啥物型？足大声的，人讲话足大声的，啊，啥物情形拢有可能发生。敢有人知影即个阿伯也咧创啥？啊，等一下这个阿伯也咧创啥？
我拄啊徛伫遮，我徛伫个头前，哎，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做了那个动作，害我转手机啊吼，紧摕起来，假装滑手机，啊转甲翕相。伊咧创啊？伊伫捷运顶嘛创啊？毋是咧，毋是咧困咧。抠脚丫子。啊？抠脚丫子。不是呢。不是，他穿了一双那个橘色的鞋子。他脱掉什么？鞋子。哎，其实他没有。哎，其实他没有，这个看不清楚啦。哎，这个看不清楚，这个电脑的那个画面是很好的啦。他在车上换裤子。哎，他穿着长裤换长裤。他在车上换裤子，换裤啦。伊竟然伫车厢内底换裤呢，真的是。中共的。南京啊，我今天讲的拢总是南京，就歹想象哦。哎，啊伊伫车顶换裤啦，所以伊穿的一领裤，手搁摕一领裤，伊本来穿这条裤，竟换做这条裤。啊？交办法，嘿。啊。他穿2件还是？我迄条无好，迄我会唔对，嘿。他穿2件还是？没有，他脱掉，然后再换一件。身内裤。站起来换。有啦，当然。有啦，哎，伊有穿啦。但是我看吼，咱中间的人大概无人有才调伫车厢内底换裤吧？啊，有勇气的一包互伊啊！来啊，若有勇气的一包互伊啊！他在车厢里面换裤子啊，哎，所以哦，我有吓到。你行。啊，你是嘿对，你是，嘿，这个你是。啊，毋是内底嘛光的呢，内底嘛是光的呢。啊，所以伊伫车厢内底换裤子，然后那个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车厢的那个车站的照片，伊其实地板很亮，对不对？啊，我这不是咧讲迄个讲歹话啦，我只是讲我看到的啦。啊，我刚刚因真正足努力吼，把那个地方吼把它整理得很干净，所以它的那个大理石挖石来涂骹吼，拢是闪闪发光，伊是足清气的。但是我无法度理解的是，我没办法理解的是吼，为什么那个地方那么干净，可是你就是容易听到有一个声音，呸！跪落去哦。哎，但是我想想的吼，这敢若要讲伊毋对嘛，敢若我嘛毋敢讲呢。你敢知影李鸿章以前读历史的时候讲着无？李鸿章就是安尼嘛。所以伊甲西洋人食西餐吼，一个俄罗西方人呢，讲很不错，每一个人桌上都有一杯痰盂啊。对。对吧？对。迄水杯嘛，对吧？我伊讲袂歹呢，人是中国哦，是足侪人一个痰盂。啊，伊伫西餐哦，伊伫西方人哦，白人，他们是桌上是一个人怎样？一个吼，所以啊，伊就足大方，你就甲开落啊。所以伫即个所在，我毋是咧讲啥，我敢若讲我看到的物件，没有任何的批评。可是这些人要去哪里？不知道，而且有一点很奇怪，我一直不了解。因为我在那个车子里面哦，不管我是坐机场线或者是在市区，我看到的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很多，哎啊，当然有一个理解可能是老人不会坐捷运，所以无来坐。也许我唔知，我今仔日唔是咧甲咱讲我捌啥货，我只是甲咱讲我看到啥货。但是我就纳闷咧，我唔知影因到底是安尼来安尼去。因要去对，因看起来无像在上班，不像在上班的。然后我不晓得他们要去哪里，而我们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我们会付出很多代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故事。有没有人知道，我们今天在座有人已经来到这里，行李还在车上的？行李要跟你公车上，手机还在家里。
这边腰还在痛的，腰在痛，有无？什么人讲腰在痛？啊，有人头壳在痛的无？敢有？无啦。啊，头壳在戆呢？有无？你自己头晕。啊？没有，我说你时差啊，你头晕。哦，我无时差，我做清楚的。你无时差吼，感谢主。是，唔知影啥会叫时差啊？你本来困就无介意了啊。还有什么状况？我们当中还有什么状况？今天你来到这里，你付出什么代价？你付出了什么代价？我把床单拿掉。床单拿掉。床垫拿掉。到15分钟回家铺了，我基本上就睡，把那个床垫拿掉，我铺那个床板，我擦干净，铺床板睡去了。我们当中还有人打了针，然后来这里。有人感冒来这里的。带火烧也认识我们当中也有人心里很伤心，但是他还是来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就好像我们在那个车站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人来人往，我们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可是我们知道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可是今天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故事？今天你为什么来教会？教会是你的目的地吗？教会是你的目的地吗？不是。那教会是什么？你为什么来教会？你来教会期待找到什么？敬拜神的地方，来到敬拜神。敬拜神的地方，为什么要敬拜神？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可是我们想要在教会当中找到我们共同能够有的一个方向，好让我们怎样继续往前走。虽然我们不晓得我们最后会怎样，我们要怎么走。我在捷运站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我不见得知道它什么意思哈，大家来该说看完，虽然都是中文啊，但是来解释看看啊。我这个投影出来不是很好，我来念一下。我怕总会被别人盯着看，我更怕永远是个小透明。再念一次哦，那个，请我们来解释看看啊，这是中文对不对？这是中文哦，可是不一定懂哦。我怕总会被别人盯着看，我更怕永远是个小透明。然后它这上面有一排字，它这边讲说这是一个 keep keep 的用户，然后他的名字应该是这个人。他说他练瑜伽7年了，然后他可以完成39个体式。练瑜伽的那种动作，像这个瑜伽的动作能够立这样，应该也不容易吧？要相当练过。然后他留下了一句说：“我怕这个人，我怕总会被别人盯着看。”他怕被人家盯着看，可是他好像又怕他是一个小透明，就是什么？他好像不存在。对，他怕被忽视。所以他很认真，然后想要去成就一些事情，好让别人怎样看得见他，好让人家知道他的价值。然后他说他已经完成39个这种体式，这种有难度的动作。结果旁边这里还有4个字，他写说怕就对了，怕就对了。看我人会当翻译一下，这个怕就对了，就是你安尼会惊就对啊，怕就对了。这一幅字要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广告，这是一个 KEP 的那个 app， 那个电脑程式、手机程式的 app。然后他写了这句话：我怕总会被别人盯着看，我更怕永远是个小透明。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个只是什么意思？就是怕东西。怕东怕西的，他怕2样东西，他怕被人家盯着看，他又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存在。这有没有矛盾？矛盾。可是这是现在很多人的心理哦。但是5G的世界就是这样。好，哇，你看看胡老师哦，这个跟20岁差不多哦。这就是手机 App 的那个广告。它有可能在表达说，你可以透过这个5G 的网络，你可以做到一些让人家知道你存在的东西，可是他又不会盯着你看。哦，这好像有一点矛盾啊，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所以这个让你觉得怎样？很矛盾的心态，对不对？然后再来哦。第2幅，他说这里有一个在跑的人，有一个人在跑，在跑步，有一个人在跑步，然后右下同样怕就对了，还是那个字怕就对了。然后这里写那个慢跑的爱好者，平均每周慢跑5公里，他1个礼拜跑5公里，然后他写什么呢？我怕丢掉了安全感，我怕丢掉了安全感。然后他又说，我更怕困在安全区。我怕丢掉了安全感，我更怕困在安全区。所以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他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一直跑，好像一直在移动，他好像没有安全感。可是他又不能不跑。因为当他不跑的时候，他困在哪里？困在他觉得舒服的地方，这就很矛盾了哦。他想要跑，可是他怕一直在离开，一直在移动，而失去他所熟悉的地方。可是他又不能不跑，他如果不跑的话，他怕他永远困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他就跑不出来。这感觉好像一种矛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我想这个很特别哈。这个当中表达了一样东西，就是人要往哪里去，有的时候很没有自信，很没有自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我想要留下来，又怕困住；我想要前进，又怕失去安全感。然后，来下一个，这个是一个博物馆，有没有人看得出来上面写什么？失恋历史馆，姓阮啊，失恋历史馆，然后它有入口在这边，入口写等你来，也很想见你，你若坐手后边就看袂到啦哈。然后出口嘞，因为你，我懂得了爱，入口要进去的是说等你来，也很想见你，所以那代表什么？一种期待嘛，我很期待想要进去，可是出口却写说因为你，我懂了爱，那代表什么？这是失恋博物馆哦，失恋历史馆哦，所以代表什么？他经历过，可能也失去了，所以他才懂得爱。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个也很年轻哦。我不晓得他有没有买钻石给你？钻石恒长久，然后嘞，订婚的要件之一哦。我跟志坚要结婚要订婚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叫我们去买戒指，买我们喜欢的。结果我们到那个百货公司去买了一对戒指，3000块，台币3000块，台币3000，便宜哦。我妈妈说你们是要结婚还是要办家家酒？结果我们2个都被骂，因为我们没什么概念，所以2个人就买了一对的戒指，3000块台币这样。我妈妈说你们这个到底是要结婚还是要办家家酒？
真的是搞不清楚，所以我妈妈就带我们去买戒指。这叫好笑的。然后这个为什么会失恋？每一个人失恋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它很有趣哦。入口在这里，出来在这里，有人要进去，有人已经出来了。你有什么故事？我要问大家，你有什么故事？叫你小我恢复自信，行出来时才有自信啊。因为被甩了啦。我以前高中哦，交过一个女朋友，娶过一个某，拄好嘛吼。唔知呢。我之前迄个女朋友哦，交7档，伫我做兵3个月是伊嫁人。我妈妈偌紧张的呢，走去部队找我，惊我死伫战车下底啊，惊我想袂开啊。然后那个很多故事在那边，然后大家都为我很着急，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我女朋友嫁人，我很平安因为她不是我的。我甲你讲一个，嫁给别人。哦，伊有寄贴仔互我啦，伊寄贴仔互我，我才知影伊要结婚啦。伊甲伊的头家，伊嫁予伊的头家。哦。伊迄阵讲甲因头家要出去出差要创啥的时候，我还鼓励他去。我鼓励他去呀。有度量。有度量哦。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会我会很难过啊。你有自信。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呢，我就是没有呢。然后我妈妈很生气，生气你的朋友嫁给别人，女朋友是哦，他的女朋友。生气她嫁给别人。哦，对。可是我跟你讲一个更霹雳的哦，我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弟弟的太太。哇塞！听有啦哦，我以前的女朋友就是我弟弟的太太哦。妹妹。妹妹。可是我跟JJ在交往的时候，我不晓得我弟弟跟他妹妹在交往。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兄弟，我们还是很好哦。他也都叫我大哥哦，因为我们都在团契认识的。可是为什么我没有那种很伤痛的感觉？我感觉伊有听的。你是我女朋友，但是伊无感觉。你讲的无唔对啦，所以嫁别人嘛对。不是啊，缘尽情了。缘尽情了。其实我只有一个感觉啦，因为当她嫁别人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不是我的，她不是神为我预备的。她不是神为我预备的。那神为我预备的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也看不见。后来我更不喜欢。听有啦哦。但是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最爱我的。一见钟情。没有一见钟情，没有一见钟情。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感觉。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错误的。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要走什么方向，要往哪里去，我们都不晓得。可是我们一直在走。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又问相同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为什么又愿意在教会？教会很完美吗？教会是天堂吗？教会不是天堂，那你来干嘛？那教会到底对你来讲，教会是什么？无论什么地方都是天堂。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自信哦。有那种自信，有我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有那种自信，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付出，让这个地方变天堂。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不是让你来予取予求的地方。
教会是让你来，愿意服侍，找到你存在感的地方，找到你的价值的地方。对，大家庭，对。教会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愿意付出爱，所以大家互相在爱中互相支持。但是牧师有一个问题啊，是人一个礼拜6天加20个小时在外面，只有4个小时在教会，为什么还会有？还会有什么？大家说到教会，那教会时间跟基督徒在一起，很短，在生活很短，其他都在外面混嘛，跟社会。事实上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你那个3、4个小时？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大家更加珍惜这个时间，不要再斗来斗去。有同意吗？因为啦，好像一个大家庭啦，我来吼，拄仔阿玲就讲，会记你摕杯仔转去做起杯，哦，我足感谢。这老人会想无啦，甲我提醒一下，哦，真好。来就遐因两个，甲斗提乡里呢吼。你小费要不要我？小妹啦，我想讲小妹，无啦，小妹，后尾我怎啊问讲小妹是啥？小慧啦。要不要？我遮尔牛会晓讲伊，我想若是讲伊到底小妹是啥？我想讲你听无咧。我今仔日哦，今仔日要来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今仔我要来遮的是吼，我迄落有真稳定啊，有人收留我吼，所以我甲我甲3个囡仔吼，有迄落园长落的车人坐啦，所以阮安尼做伙来，伊车搁大只搁好坐，安尼坐起来像咧贵宾咧吼。结果吼，我伫车顶吼，我看到迄落因的对话，咱长老甲长老娘的对话吼，我看一个，我听一个吼，哇，惊一跳呢。伊讲啥呢？伊讲，园长老娘讲吼，是今仔日哦，今仔日园长老讲出去压花哦。讲伊出讲伊出去压花啦，讲伊足后的啦，今仔日出去压花啦。以前咱怎嘛讲啦？我跟他讲今仔日尔哦，圣经甲咱讲哦，要看他新造的人。要看他新造的，不要看他旧造的吼。长安怎？迄是长一点过啊嘛，佮讲啊。讲长老娘甲迄个园长老安尼学了讲哦，伊今日去压花啦。结果园长老听一个吼，全讲足欢喜啊。我问讲哦，你是欢喜啥？我问讲欢喜啥？因为我较含慢的，我毋知伊欢喜啥。伊讲哦。伊欢喜，伊既然听到园长老娘伫众人的面前甲伊学了，还佫互伊听到。结果吼，过后我看到安尼园长老吼，安尼对车落来了，安尼心情偌欢喜的。今仔日吼，亲像足完美、足欢喜安尼啦，因为伊去用学了啦。结果学了的人吼也欢喜啦，因为因头家欢喜嘛，对无？头家也欢喜啊，因为伊去互因太太学了啦，讲吼伊今仔日去学。无简单，你无想命，无想讲迄足无简单，足难。阿免。因为咱每一个人，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故事，迄个故事有可能互咱爬袂起来。笑袂出来，咱毋知影咱在疼，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讲袂出的疼，咱无法度去甲解释足济。但是当人甲人之间做伙的时，去用听到用学了的话去鼓励、去讲的时，今仔日完全无共款。今仔日咱毋是要来教会得到人的学了，今仔日咱是要来教会学一项功课。咱爱学习，去看到别人的好，去学了别人所做的好，你会得到真好、真水的代价。园长老也得到真大的代价呢，敢有人知影？捌听过？可以 kiss。
水落啦。这个吹了无够大声，因为无人无人工作。这就是小飞。来，因为咱捌听干长老讲过，讲吼，这个物件咸的啦，捌听过无？什么意思？袂使食，袂使食，甜的袂使食，哦，拢有人倒起来啊。我不知道啊。迄个，你若听着讲哦，讲即个物件咸的哦，咱就知影对无？啊，听讲哦，迄个长老娘有时啊拢会调工削较远的，啊无吼，医生拢袂当食，对无？捌听过无？捌听过举手。好，我甲你讲，我今日看到啥？我今日看到长老娘分一块甜点，互干长老。我若听别人讲，我绝对唔相信，惊我亲眼看到的。我在想啊，可能就是伊早上去压水啊。亲爱的兄弟，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故事。咱每一个人的目的地要行到地，行偌久，咱唔知影。但是我知影有一项事，我足清楚。今仔日咱伫即个教会内底，我们的生命彼此交叉了，我们的生命彼此有交集。如果要在这个交集的教会当中，在每一个人故事的背后，都能像这样有高兴、有眼泪，但是互相扶持的话，我们学习去看到别人生命中的好，不是用抱怨来过生活，而是用积极正面看到别人今天比昨天强，来成为我们大家在教会继续向前走的动力。你要去哪里？你要走多久？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要走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这一刻当中，你我的生命有交汇的地方。期待在这交汇的地方，我们是彼此建造、彼此鼓励的。你有什么故事？我们都有好几种不一样的故事，有跟上帝的故事，有人跟人之间的故事，也有你跟这块土地加拿大，或者是你跟那一块土地台湾的故事，或者是你有你自己的故事。中国啊，有足侪物件哦，表面很好看，但是内底是假的。这明仔载就看会到吼，这照片可能明仔载，迄个有一个这明仔载较讲啦，来讲袂了，讲嘞明仔载就破功啊吼，那个要互你摇就摇袂出来啊。来，你看这个标题写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感觉这句话讲了足好，只可惜它是用在中国的共产、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集权当中。不然这句话我感觉是真有意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口号，它是一个口号。你如果小字再看下去哦，你更会吐血啊！我读给你听啊。这第2排哈，开启新真诚，那个真就是征服的征，虔诚的诚，哦，征服的路啦，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我不晓得它有什么用意，我唔知伊咧讲一带一路，还是一国两制，还是要迄个台湾回归，我唔知伊啥物意思。啊，第3行哦，更入细，决胜全面建造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迄话讲讲了足好听。有啊，真正足好听。对吧？你发现啊？这就是我拍这张照片的一个意思。你看伊用这款
词汇所以香港的新闻在中国完全看不到。然后中美贸易战的新闻，你在中国看到的完全反过来。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你在那边看到的新闻完全反过来。他们对台湾总统候选人或者是两党总统参选人的初选，他所用的评语完全反过来，那是另外一个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今天我没有去到那个中国，只听人家讲，我没有办法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可是进去以后，我才会发现，为什么这些中国人有这样的行为跟这样的表现。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个阿伯，他不知道，他如果知道在车厢在那个捷运上面换裤子是不适当的，他会这样做吗？重点就是他不知道。可是不错了，起码他穿裤子了。之前的厕所还没有门呢，对不对？我的妈妈去中国一摆，阮爸爸去中国足侪摆，有一摆就是带阮妈妈去，阮妈妈气一个讲我再也不去中国，因为他就是去那个厕所没有门，足久以前啊啦，伊气一个伊认的阮爸爸，阮爸爸迄摆叫伊骂一个有够忝，你哪里不带我去？你带我去那个连厕所都没有门的，那就很惨，真的很惨。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厕所有啦，没啦，看你去什么地方。因为中国太大了。可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不同的故事。有没有人记得前一阵子那个阮阿嬷，阮阿嬷迄阵感冒，有无？感冒结果伊全昏倒。迄个过程咱敢个人会记的。阮阿嬷昏倒，了后咧去病院。结果咱不是足侪人去病院甲看吗？阮阿嬷看然后后来伊搁去迄个疗养院，嘛足侪人去咧甲看。我毋知影迄阵阮阿嬷心内在想啥，伊是毋是会惊？我毋知影，因为我毋是阮阿嬷。但是我心内所想的就是，有一日我嘛会老。我想要去看阮阿嬷，我想要伫教会内底会当互人看见。其实教会内底所需要的就是人去看人的欠亏，然后我会当补你的欠亏。教会毋是咱咧讲道的所在，但是今仔日是因为咱伫咱中间看到咱的兄姐软弱，我毋是要用强甲压过，总是要伫迄个中间，互伊伫欠亏中间得到补助。咱嘛咧做互看，咱咧做互啥物人看？咱咧做互咱四周的人看。咱咧表达一项物件，今仔日你伫教会你无孤单，你不孤单。今仔日咱咧甲后一代咧互因知影，啥物会叫做疼，安尼叫做疼。所以我的囡仔拢会讲，爸爸你要倒？我要来看老人嘛。我敢会当去？我看你莫去好啊。真侪时，咱要行去对，咱唔知影。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今仔日真欢喜的是，咱伫教会内底，咱有无共款的身份，无共款伫迄个中间，来通过互相相疼，来承受咱伫生命中间的安全感。所以咱来到教会。今仔日咱伫咱人生所行的路站，虽然我毋知影我最后的时间，我最后的结果伫倒落，总是我知影我甲什么人做伙行，伫即个中间，互咱看到
我会当找到一个有价值会当会使。你伫教会找到你的位置啊嘛？差不多迄个说怕，怕就对了。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的是我们在教会找不到一个属于我们可以去服侍的地方。我们怕的是我们在教会找不到一个呈现我们生命价值的地方。我们怕的是我们找不到哪一个地方需要我。我们怕的是我们找不到主啊，你要我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需要找到一个服侍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到神给我们的使命。而那个使命，不见得是我们用我们的能力。我们今天最高兴的是，我们教会现在有几个长老？5个，然后准备要就任，7月。我想我们教会一直在这当中，一直在转变，一直在改变。我们上次事工研讨的时候，有人问说，去问问看离开的人去哪里了？为什么他们没有来？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来？为什么他们不来？他们可能因为人的关系，他们可能生某个人的气，他们可能在这当中没有办法找到他的价值，他们可能在这当中没有办法看到他的使命。我不晓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在问，你在教会有找到你跟上帝之间的故事吗？你跟上帝之间的故事是什么？神有给你应许让你得着吗？神有告诉你他要赐你什么吗？你跟上帝之间的故事是什么？我们教会在这3年的当中，我看到的是很多人跟人之间的故事。可是当教会里面人跟人之间的故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教会会变成什么样的教会？会变成以人的声音为主的教会。所以当人在这个地方用自己的声音在发声，可是却没有被采纳，没有被接纳，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今天我问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最大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不是人跟人的关系不重要，而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要超越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这里是教会。我们需要在教会当中去找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予的一个角色，哪怕是你是上来带歌、上来唱歌。我不晓得刚刚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听到什么？刚刚唱歌，在这边唱歌的时候，你听到什么？几个人在上面唱？几个？5个。五个唱歌，一个弹琴。2个弹琴。啊？2个弹琴。明谦的明谦没有弹琴，投影片，他是用投影片啊。5个人唱歌，几支麦克风？5个人都有拿麦克风，对不对？通常拿麦克风唱歌的声音就很大，对不对？会盖过下面的人。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刚刚在下面唱歌的人声音比那5个人拿5支麦克风的还要大声。亲爱的弟兄，当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找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连麦克风都挡不住啊！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要找到这样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问我们来教会，我们是同乡会还是我们是教会？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在教会当中？我们是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有很多的地方，这里应该改进，长老应该去做什么，牧师应该怎样，这都很好。可是不要忘记，在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价值。上帝啊，如果你愿意，请你使用我。上帝啊，如果我五音不全，但是你愿意用我，我的生命得到了超越。上帝啊，即使我带着疼痛，我依然愿意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上帝啊，求你让我忘记这样的疼痛，求你让我重新在你的面前看到神你给我的价值。求你让我在你的面前重新看到人因为追求神而看到自己生命的完美，不是因为我们人生达到顶尖，而是因为我们有神成为我们心里的平安跟我们心里的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我们都有一个故事，只不过今天我要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在教会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只是我们要说出什么样的话。今天我们都想要在教会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可是我要占的是什么样的之地？上帝啊，如果你使用我，我愿意为你所用。在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有讲说，如果我们教会是一个说故事的教会，我写说，我们希望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看到孩童信仰成长的故事。请问你看到了吗？看到了。你在哪里看到？儿童主日崇拜，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小孩子在信仰当中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成长。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孩童信仰成长的教会？我们教会希望是一个青年培养自信的故事。我们有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我们的青年培养的自信？讲一个最啊，阿妮塔，你看到啥？在艰苦嘛，什么思维啊？在艰苦嘛是继续行，只要无死就出来就使。讲台湾的。咱敢有看到咱教会的青年是用什么话咧叙会？台语。啊，伊敢讲甲足认真诶。伊伫讲台顶讲了较好呢，伊平常时你甲伊讲无一定会通呢。因为伊的台语是为着要抒会，为着要服侍上帝练出来。因为伊的台语是为着要互下底的人听有，所以伊为着兄弟姊妹练出来。毋是因为伊原来就足好讲呢。今仔日这个自信对谁来？对服侍上帝来。你有看到咱的教会有中年重新得力的故事吗？啥会叫做中年？几岁叫做中年？50岁以下叫做中年。我不知道嘞，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很难定呢。我不晓得几岁叫做中年呢？阿官是中年。你讲阿官是对一个阿官啊？是关于这个阿官，还是迄个翠娟迄个阿官，还是志娟迄个阿官？阮兜嘛一个阿官呢，阮兜嘛有一个阿官。中年啊，老人。我唔知。几岁是中年？关姑了，关姑是中年了，45岁。45岁、50岁、60岁以下。 65岁
岁以下。65岁以下。 65岁退休嘛。 65岁能虾？够不？几岁是中年？心理因素比较重要。我同意这一点那个我在前年，在17年的时候，曾经用了一个讲道篇，里面有一句话，那个讲道篇是我引用在 Facebook 上面一个阿嬷写给她孙子的话。她说：“你每天在家里滑手机、上网购物。” 你每天在家里透过群组跟朋友聊天，你不出门、不打球、不探险，你做跟我70岁的人一样的事情，你的青春有什么用？听得懂意思吗？他没有说他孙子几岁，可是他说他的孙子每天在家里滑手机、上网路，然后网路购物。 他没有出门，他在社群在那个网络里面去交朋友，然后每天做跟他那个阿嬷70岁的阿嬷做一样的事情。请问你的青春有什么用？今天我也在问了，什么叫做中年？所以这个就表示不是以真正的年龄来界定，是每个人的他们心理上的成长。心理上的成长决定你是中年还是老年。 同不同意？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阿嬷，她下面人家跟她写了一个注解，她说，有的人60岁，有的人30岁，人生就已经没有目标，心就死了，但是一直到60岁才盖上棺材。 什么是中年？中年就是没有能力再蜕变，没有能力再蜕变就是什么？就是老年。中年就是老人，不是？没有能力再蜕变，就成为老年。而我们当中这些前面的这边，我们今天来参加灵修会的这些人，你是什么？没有老人。 知青的少年家，来，为着这家己是一个知青的少年家来拍锣啊！感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资深的年轻人，我们这里没有老年啊，我们不是在比较身份证上面的数字啊，我们这里没有老年，因为我们一直还在往前走。 我不晓得。我们都还在往前走，有的人走路比较行较慢呢，用 walker，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继续向前走。我们当中有人腰痛还来的，为什么？ 得医治啊！得医治，阿们。我们当中有人打完针还是继续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前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不同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产生一个共同的故事，就是我们一起向前走，用你能够说出的话。 去鼓励，所以即使你是老年，即使你觉得你真的是老年，你要怎样？创新价值，创新价值。老年要做什么？即使你走不远了，即使你跑不动了，你还可以去浇花。训练啦，训练就走了。训练啊，爱记的啊。 你若走袂行，你若走袂行，跳袂起来吼，记得要去浇花。为什么浇花？我伫车顶甲咱长老讲吼，你安尼做就对啦。你逐工吼拢想办法去做一件会互长老娘学老的代志。
那是什么意思？你每一个人，伫每一天拢做一件会当互人娱乐的代志，你在干嘛？你在创新你的价值。你在创新你的价值。所以嘛去念你的孙啊，不管伊安怎袂下你的心，当你用一句话鼓励他，让他能够继续向前走的时候，他会记得你这个阿公。让人因为我们所讲的话，能够继续快乐的向前走，我们就在创新我们的价值。如果有一天你连浇水都不行了，那怎么办？拿起电话，你还有一张可以赞美人的嘴巴。这不是我讲，这是我对我的阿嬷说。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一直要看到信仰成长。我们在我们的教会要看到培养自信，让不能当长老的有自信当长老，好不好？好。我们今年才选出新的长老哦，可是再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为我们再来的长老做预备，我们要去造就我们教会的人，我们要让我们教会在1年以后、2年以后，甚至是3年以后，更有自信的能够出来当我们的长老。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当中能够重新得力，不管我们背后有什么的重担，有什么的故事，我们必须重新得力，我们才能够继续向前。即使到我们老了，我们依然要想办法，让上帝增添我们的价值，创新我们的价值。教会是做什么用的？教会是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扶持，确定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继续向前走。因为我们教会每一个不同阶段的，不管是孩童、青年、中年、老年，我们都一起走。阿们不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许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到这个地方，为要寻求你从天上赐下更多的力量，好让我们能够奔行我们的天路。主，你曾经应允我们，你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许了我们能够得着那荣耀美丽。当我们在奔跑我们人生的前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的拖累，许多的重担，甚至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力不从心。但是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求你从天上赐下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在奔跑我们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勇往直前。主，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找到我们能够服侍的地方，愿你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写下服侍你荣耀的冠冕。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能够得着你的赏识，好让我们服侍得着喜乐。主啊，你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恳求你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眼，看见你的恩典从天赐下。主，愿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不只是我们弟兄的帮助，更是我们自己能够向前奔跑，朝见你最好的礼物。愿你接纳我们在这里所摆上的，向你献上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